老爷、夫人，秦将军来了。哎呦，天天在朝上还见不够，还跑到家里来了。不行，我得躲躲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个老东西啊！你看着我想跑啊？来来来，坐下。老秦，你也快坐。我跑了吗？我没有啊。哎，谁是老东西？你才是老东西！你们全家都是老东西。你个老东西啊！明知我家秦朗已经回到了京城，我一直想找你商议一个拜见你的日子。嘿，你倒好，这2天上朝，你总是躲着我。我没有啊，我这2天在朝堂上，我别我的啊！下了朝怎么看不见人了呢？我说初阳啊，这婚约已经缔结，咱们2家毫无动静，这皇上问起来可怎么办呢？老秦，冉冉这3年都在外，这才刚刚回家。我们呐，是想让他在家多住些时日。住，必须得住。我要是有小冉冉这么个宝贝女儿啊，我就想让她在家里住一辈子。可是现在呀，这2个孩子都在京城，正是让他们增进感情的好机会呀。增进感情？是谁跟谁增进感情啊？我们家冉冉跟他爹才需要增进感情。去，一边待着去。初阳啊，我说别的事怎么可以不管？这可关系到孩子的终身呐，可不能因为一时的舍不得，耽误了大事儿啊！当然了，这事儿呢，也急不得。我现在觉得呀，咱们有一事可做。你这个肚子里没什么好水。何事？咱们可以让孩子们见面，聊聊嘛，做得自然点。双方的父母引荐也太老套了，孩子们也紧张。明天呢，我让秦朗过来拜见这个老东西。你呢，只需要偷偷的安排一下就行。你这什么馊主意啊？偷偷摸摸的，我不干。我认为可以一试。请问您是？将军府秦朗前来拜见丞相大人。秦二公子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望秦公子恕罪。您快请进，小的这就去通报。老爷，秦二公子求见。人在哪儿啊？现在正厅喝茶。小姐在哪儿啊？正如您的吩咐，小姐在左小院天香阁吃点心。你把秦公子带过去，就叫他在那儿等老爷。记住了，进去不要敲门，把人送到就出来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小的先下去了。楚阳，你这么把女儿就给嫁了，我不高兴。你不高兴也得给我老实待着，不许捣乱。请。我们家老爷在书房处理一些事务，特地吩咐小的伺候您吃一些茶点。老爷一会儿就过来。客气了。等一下。啊。这个是否是府上小姐的？没错，这是我们家表小姐的。您看，
这是表小姐的名讳，是她亲自绣上去的。表小姐啊，秦公子有所不知，我们家表小姐闺名唤梁天，是我家老爷过去妹妹的遗孤，从小就被我家老爷接到府上，与我家小姐一起长大。秦公子，请在那边亭台等候。娘亲怎么还不来啊？六哥做的点心为什么就吃不腻呢？每次他都不重样，你说我能戒掉吗？真可恶！上次居然还被卡在狗洞里了，太丢人了！好些了吗？不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姑娘误会了，是家父派我来府上拜见苏大人的。那你怎么来这儿啊？你应该去书房啊。这是府上家丁带我来的。肯定又是爹娘搞的鬼。啊，对了，梁姑娘，这个手帕应该是你的。嗯？表姐落在我这的手帕。上次原本想把手帕还给姑娘，奈何梁姑娘匆匆离开。梁天这个名字真的是与众不同。秦公子啊，谢谢你还我手帕。这些点心你随便吃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三公子，表妹，你去哪儿？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，表哥，我只是去书房逛逛。走吧。撤！撤！在下失礼，如若惊到了表小姐，还请见谅。可是娄家堡少堡主，正是。素闻丞相府表小姐冰雪聪明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呢。不知娄少主找小女何事？在下前几日曾去丞相府登门拜访，我前去的目的，想必表小姐应该是清楚的。是。素闻表小姐博览群书，没想到对草木类的书籍也有研究。只是随便看看。娄少主，您托我们追查的草木经已经找到了，历时2年有余，实属不易。草木经。表小姐也知道这本书？草木经已流传100年。是世间仅有的记载了天下奇珍异草的珍贵宝书，多年前早已失传。坊间只把此书当成一个传奇，谁曾想，竟然真的能找到。找到这本书，确实不容易，费了很多的功夫，不过也是值得的。不知道表小姐有没有兴趣跟在下一同阅览？
娄少主若不介意，小女也想一睹草木经的风采。表小姐在找什么？曾君刚。下面的第3本便是。找过了，未见灵芝科。灵芝科在我手上，等我看过九瓣灵芝这一章，便借予表小姐阅读。九瓣灵芝，素女师傅说了，只要有月亮花种和九瓣灵芝，就可以医好我的病。少堡主对九瓣灵芝有兴趣？家父在世的时候，喜欢收集奇书异草，对医药食补也颇有研究。相传，千年能长成碗口大小的九瓣灵芝，乃万药之王，能够真正的芳香开窍、起死回生，是不可多得的万世珍奇啊！九瓣灵芝多藏于高寒恶劣地带或险峻原始森林、悬崖峭壁、人迹罕至之地，特灵芝周围伴有猛兽毒虫，累杀瘴气，万分惊险难得。自古以来，诸多王公贵族均想得而不能。据说这灵芝粉，普通人服下可以返老还童，而习武之人喝下，武功可以精进数倍。这灵芝粉还能解万世的奇毒，真是不可多得的仙草啊！娄少主当真相信这个世上有九瓣灵芝？在下不只相信，而且一定可以得到。够了！老爷、夫人，小姐她跑了。没聊上。小姐一见到秦二公子，一溜烟就跑了。走，去看看。秦朗见过大人、夫人。不必拘礼。快坐下，苏府没那么多规矩。谢大人、夫人。刚才一直在忙，倒是让贤侄久等了。大人言重了。听你父亲说，最近杀人案件有了新的进展，说来听听。是。京城这2起案件，受害人皆为年轻少女，且身体健康，品貌端正。案发时间都是在深夜之时，且都是独自一人，并未有目击证人。但是这2位受害人皆被吸干了全身的鲜血。秦朗原本想张贴告示，警示出行女子小心，但是又怕这样一来会弄得人心惶惶，且容易打草惊蛇，所以特意来请示大人。的确如此。这2起案件都是在最近发生的事情，且手段独特。秦朗认为，凶手应该是最近才到的京城，而且与魔教有关。月灵宫。正是。月灵宫公主以吸血为生，但是这些年却销声匿迹了。秦朗在西域3年，正是追查魔教的去向，只是一直未有结果。看来这魔教又出来祸害人了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快扶夫人回房间休息。是，我没事。楚阳，你回去，这儿有我和贤侄商量对策。你先回去吧。也好，让你见笑了。晚辈不敢，请夫人保重身体。这魔教又出来祸害人了，真是让人心忧啊。依贤侄的意思是，既然这2起案件都是最近发生的，
秦朗以为，应该先以客栈、流动人群入手。三少爷在这站了多久了？少说也有2个时辰了。自从表小姐走后，就站那儿没动过。哎，正。劳烦娄公子一路相送。表小姐客气了，日后恭请表小姐到娄家堡坐坐。草木经博大精深，值得细细品味。若不麻烦，以后定会前去赏阅。在下娄轩，料想这位是府上公子吧？今日多有不便，先行告退，日后定会登门拜访。他就是娄轩。是。你们。表妹，表妹，表妹，你去与娄轩见面，说明你已经决定了。我没有刻意与他见面，我说了，我们是在书房偶然碰到的。表妹，从小到大你都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谎话。你是在指责我骗你吗？从去书房回来，你好像变了一个人。三表哥，不知道从小一起长大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原来10几年比不过几个时辰，原来这么快，你就可以说不认识我了。夜深既得林奇雨，说花时，归来去，叫人每日思量，到底与谁分付？其奈冤家无定居，约云朝，又还雨暮。江垒入渊亲，总不成行步。三表哥，他日即使我嫁作他人妇，也依旧会长久怀念我们对饮诗词歌赋。吃了晚膳再走嘛。多谢大人盛情，晚辈今日冒昧前来，实属不敬。改日必定再来拜见，届时与大人一起饮酒，以表晚辈心意。嗯，也好，也好。难道他就是苏冉冉？哎，男儿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这是我们家老五苏南。爹，娘，快来见过秦二公子。在下秦朗。哦，原来是你。
中缠，多少遗憾都留一声叹。雨当空阶，离长短，相见是一难，想念何以堪？落灯的东去，火畔的春来，蓦然回首，已青丝鬓染白。相见是一难，想念彻骨寒。当桃花已乱，火药花已乱。昨日少年着青衫梦里还，昨日少年着青衫。